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下呢個 MyPowerCard UV 充電櫃。嗱，咁呢個 UV 充電櫃咧就有好多特點嘅，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佢係一個快充高功率嘅，就係話45W或者係60W都係有選擇嘅。咁另外佢就係可以 UV 殺菌啦。咁嗱，我而家打開俾大家睇下，因為佢係用一個叫做 Touch Screen 嘅 Password Lock。咁如果我冇 set password，佢就咁開啦。咁睇下裏邊啦，咁呢度有10個杯嘅，上下都配備咗2個 UV 嘅光管，咁變咗殺菌嘅功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佢亦都係採用咗呢啲咁嘅鐵啦，等佢嗰個殺菌嘅效果係再更加加強佢啦，好啲啦。咁另外啦，再睇翻呢個 Touch Screen 有個加減嘅殺菌嘅時間喎，咁我隨時可以調校佢，咁撳 Start 咁就會殺菌噶啦。咁就算你話唔充電嘅情況之下，都可以愛嚟做一個殺菌嘅，咁非常之方便啦。另外啦，嗱，而家我講到話佢唔需要帶鎖匙嘅，係一個電鎖嚟嘅。咁好方便啦，但係你可能會擔心啦，如果佢冇電或者壞咗咁嘅情況之下，咁我點算咧？點開門咧？唔需要擔心啦，因為佢咧側邊咧係有一個手動嘅後備嘅開門嘅鎖嘅，咁撳個掣佢就會彈翻開嚟㗎，好方便。咁嗱，頭先講過就話可以個 password 嘅，咁呢個就可以喺度 set 啦，咁樣 set 完咁樣，而家要 default 咁開門㗎啦。總括嚟講咧，呢一個充電櫃咧就係可以殺菌啦，同埋一個高功率，即係話快充嘅功能，咁亦都可以調校呢一啲充電嘅時間嘅。變咗係非常之方便啦，有好多醫療機構呢啲學院都選用嘅。咁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呢一度。咁如果大家有咩嘢想了解多啲，隨時聯絡我哋啊。